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日开始要用几礼拜时间来看撒母耳这个先知，伊也是祭司。咱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来更新、调整、改变阮的生命。特别是你透过你的话来提醒阮，应该安怎做，是你所欢喜的。所以，这时我们领受你的话，恳求主你帮助阮，手使阮有属天的智慧，透过你的话来思考阮生命的意义。求主帮助阮，我们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今日开始要来看撒母耳先知个祭司咱关系撒母耳的出世的代志，咱伫进前咧讲汉娜的时阵。咱就分享过，所以咱今日要来看撒母耳伊的成长。要看撒母耳进前我先甲大家分享一个人。咱中间学幼教的，一定知影这个人。这个人伊的名叫做福禄贝尔，伊是德国人，伊是出世伫1782年，过往伫1852年，伊享年70岁，伊一世人。拢奉献予幼儿教育，对伫幼儿教育的理论甲实际，伊拢有真大的贡献。特别有一个贡献就是将幼儿教育的学校，号名叫做 Kindergarten 这个德文这个字是两个字所合成的Kinder 就是儿童的复数，Garten 就是德文内底的花园。两字合起来的意思就是讲，伊所设立的幼儿园是叫做儿童花园。伊将儿童比如做花草，老师是顾园的人。幼儿园是儿童快乐成长活动的场所，是一个美丽的大花园。所以，伊将这个学校来叫做 Kindergarten， 这是世界第一间幼儿园。福禄贝尔伊也被尊称作幼儿园之父。我感觉伊这个譬如这个观念，其实是真趣味、真有意思。因为幼儿园是花园，花园是一个充满生命的所在，也是予生命成长培养的所在。咱知影每一粒种子伊拢有无同款的特性，但是顾园的人，伊若提供好的土，有适当的水，甲适当的肥，甲充足的日照了，互因一个真适合生长的环境中间，这个种子种入土里，伊就会成长，然后会大长，会开花结籽。幼儿园就是这款的所在，互细汉囡仔会当伫这个花园内底展开因生命成长的开始。但是咱嘛知影有的人做袂晓种花草的嘛，互伊种啥物花拢会死亡。像阮无孙女，伊是做爱种花草但是毋知安怎无啥晓照顾有时阵遐花草拢会死去你连种迄仙人掌嘛会死啊，足奇怪这互咱知影，你若无用心照顾，毋知影要安怎来照顾嘛会互花草生了歪出去，甚至互花草生长不良，所以对幼儿教育其实是非常重要。咱教会其实对主日学的教育，咱有真大的期待牧师一直期待讲，青年教会的主日学爱办迄个台湾上介好的主日学学校。我相信咱的主日学的同工嘛，一直往这个方向咧努力咧打拼。但是我要甲大家做伙来想一项代志。囡仔伫厝内底的时间比伫学校、比伫教会，也是比伫伊任何所在更较长。如果咱只要求学校、只要求教会、只要求社会提供好的环境，咱去忽略上介重要的家庭教育，安尼实在是毋对。因为囡仔成长的环境非常重要。如果若有伫一个疼、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咱就比较较有可能，当然无绝对啦。比较较有可能会当
会当培育出合伫上帝心意的人。但是咱若倒边来看，如果囡仔若生长伫一个比较较无健康的环境，当然，这囡仔是真可怜，因为即款的环境可能伊的价值观呢毋对，都变成培养，真有可能培养出比较无正确价值观的人。所以有人安尼讲，魔鬼要破坏这个世界，就对咱的家庭开始迫害，互你的家庭迫害了，安尼这个世界就真黑暗。所以，咱的教会其实有一个真重要的使命，就是爱提醒教士信徒，爱起造合上帝心意、得到上帝稳定的家庭。咱有一个得到上帝稳定的家庭，咱才会当起造合上帝心意的教会。咱今仔日要来看两个家庭，这两个家庭其实拢是父母，其实拢是敬畏上帝的家庭。但是因为信仰教育的无共款，产生真大的差别。一个叫做以利的家庭，一个另外是一个以利加纳，嘛咱讲是汉娜的家庭。两个家庭因为信仰教育的无共款，对上帝敬虔的态度，对上帝迄个敬畏的态度无共款，培养出无共款的人。咱做伙来看。首先，咱先来看第一个家庭。这家庭的家长是以利伊是受人尊敬的祭司的家族。祭司的家族原本是应该爱享有上帝所赏赐的荣耀，但是伊犯一个足大的错误，就是伊听信放纵伊的囡仔。咱拄则所读的经文是上帝差遣一个先知来甲以利警告。咱拄则所读的经文迄内底其实咱详细来读是真恐怖那亲就是一个咒诅，那亲就是一个咒诅。这家庭咒诅遐尼严重讲迄咒诅是讲你这家庭少年人袂当活到老啦，每一个少年人拢短命，无老人啦，领老一个护士，迄个个失明，所以是一个咒诅。但是这段话中间上界重要的是这句话，就是第2章的29节。这先知来以利讲：你为什么看重你的囝，超过看重我？咱拢重视囡仔无毋对，但总是如果你若用你的囡仔放伫上帝的位置，超过重视上帝，用囡仔取代上帝的位，安尼这个家庭注定爱遇到真大的试炼甲挑战，因为看重囡仔超过看重上帝，所以伊的囡仔伫即款的情形下面，根本就袂敬畏上帝嘛。伊的囝是出世伫一个祭司的家庭，祭司的家庭是上帝所拣选要来服侍伊的家庭，但是竟然伫祭司顶面犯了真重的罪咱等下会来做说明。而且咱来先明白根据圣经的记载阿伦这家族的利未族这个家族是祭司的家族，所以因咧分派产业的时阵，这族甲其他支派无相款其他支派拢会承受这个产业，但这族无因为因要专心来服侍上帝，上帝用另外一种特别的方式来供应因的需要，所以因会让伫百姓奉献予上帝的1/10的奉献中间得到一部分，因也会当食伫圣殿中间献祭的饼甲肉，因会当得到这个献祭的肉的一部分。但是圣经中间上帝律法中间有注明因会当得到迄个胸坎的肉甲正腿的肉，说其实已经有够野但是要得到这个肉进前爱伫祭坛顶面先将这个肉的油烧好尽，因为这肉的油是要归给上帝。然后剩的因会当摕回去胸坎的肉甲正腿的肉。结果咱看见着咱若对撒母耳记的上卷的第2章开始头前开始看咱发觉这两个囝实在是真匪类啦圣经中间讲因以利的两个囝拢是匪类，因藐视上帝，
无要守祭司处祭肉的规定。当有人咧献祭的时阵，因着派遣罗卜摕即个3只鸟的即个签去签。原本咧是规互因咧，就是胸坎的肉甲正腿的肉嘛。这已经有够野，但是因无爱，可能嫌这肉无好食，所以迄个肉还佫伫鼎内底咧煮的时阵，因就开始签，签着菲力的摕菲力，签着这纽约客的纽约客，牛小排的牛小排，因着教伊的艺术去处这，无要照律法啦，用强取肌肉就对了，而且不但安尼因可能嫌即个肉若即个油若烧了就无油花就较涩对无所以因伫即个油还未烧进前伊萝卜就来对现在的人讲互我一块肉，伊要青肉要青肉要摕落去食，可能感觉青肉较好食，就是拢无要照规矩啦。人若无要摕互伊因搁安怎用暴力恐吓？咱看去圣经讲人若无要马上摕互伊因就要用抢的。所以伫上帝眼中，即两个囝是非常罪非常严重啊，因为因根本无尊重献互上帝的诫命，嘛无尊重因家己的职务啦。这就是因为伊利听成因啦。到落尾你若看到22节你就知影因犯的罪偌重。伊利听人讲因犯了奸淫罪，甚至甲遐个伫圣母头前咧服侍的这妇人人发生关系，这是偌严重？这就是将咧敬拜巴力、敬拜外族的神明的风俗带入来家己咧敬拜上帝的这个程序中间，所以这是真可怕的一件代志。咱看到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啦。一个承受数百年稳定的家族，原本底是要做这个民族的祭司，因为忽略对伊的细囝的信仰教育，结果安怎过头听信家己的囝，放纵家己的囝，滥觞用上帝的恩典，直到伊的囝根本都无尊重上帝，无尊重人。到年老的时阵，伊里要来苦劝，已经袂赴啊。已经无法度挽回啊！这个规个家族都因为安尼，变做一个受咒诅的家族，规个家族都拢败坏去啊！所以顶回牧师就大家讲过，咱若将咱的囝当作偶像，取代上帝的地位，这是绝对的一种错误。咱上帝将咱的细囝咱的孙啊，这款的礼物放伫咱的家族中间，这是原本就是一种祝福。但是咱如果若无负责任嘛，咱顶回咧讲，听就是安那，听是有责任的嘛。咱若无要负责任，帮助因行伫正确的路，互因成长的过程中间，会当建立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信仰观念。若无安尼的时阵，有可能会亲像以利相反，拄着即款遮尔恐怖的代志，听信家己的囝，就是污染囡仔成长的环境。这是咱爱去思考的，咱爱去思考的。咱接续咱看这恐怖的画面看了咱来看较好的画面都是另外一个家庭。咱会当讲伊是以利加纳的家，其实咱嘛会当讲伊是汉娜之家啦，因为这个故事的重点是在伫撒母耳的母亲汉娜，咱会当称伊做汉娜之家。之前咱捌讲过汉娜的故事伫圣经中间咱知影，汉娜原本底是无法度生育，伊利加纳还有另外一个某叫比利娜，常常用这件代志咧来刺激啦。即款的情景下面，伊真艰苦嘛伊就将伊的艰苦的代志带到上帝面前来对上帝讲，来对上帝祈求，因为伊相信上帝是听祈祷的上帝，伊也相信上帝伫上帝的手中无恶性的代志，所以伊就对上帝祈祷，结果上帝就听伊的祈祷，伊就怀孕生撒母耳。伊过去捌对上帝下愿嘛，
所以当这个囡仔长年了，伊就照伊的愿，将这个撒母耳带到示罗，交互以利，献给上帝。所以这汉娜吼，一般这囡仔吼，以色列囡仔通常是3岁才长年啦。所以伊出世到3岁中间吼，这个汉娜是真用心来栽培伊，来照顾伊吼。因为这个囡仔是要献给上帝。当伊长年了，伊任何丢毒嘛无，就马上将撒母耳带到示罗，交予以利，互伊伫遐对伊边来服侍上帝。咱拄则所读的撒母耳上卷第2章26节，讲撒母耳渐渐长大，上帝甲人哪来哪喜爱伊，而且伊得到上帝真大的祝福。祝福的原因是安怎？就是咱拄则所读的这段经文讲，因为尊重我的，我的确看重伊；藐视我的，我的确轻视伊，伊的确被轻视。然后上帝祝福伊哦，讲我要为家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伊要照我的心意来行，我要为伊起造坚固的家，伊的确永远行伫我的受保者的头前。所以因为撒母耳的老母汉娜真用心来照顾栽培这个要奉献给上帝的囝，所以伊这个家族因为安尼来得到上帝大大的祝福。后来咱知汉娜嘛生过来的囡仔，上帝大大祝福这个家庭。而且吼，咱来学几项吼，因为咱看见着汉娜伫撒母耳成长的过程中间，有扮演3种的角色，咱爱做伙来学习。第一项，就是咱爱诚做世间的祭司啦，爱带领伊来到什么所在？来到上帝的面前。祭司是啥物货？祭司就是人甲上帝中间的一个桥梁啦。祭司就是咧做将人带到上帝面前的这款的功能的人。咱看以利原本就是祭司的，伊连家己的囝都无法度带到上帝的面前。但是撒母耳的老母将伊带到上帝面前，将这囡仔献给主。牧师伫遮，毋是讲咱大家拢爱互咱的囡仔去读神学院，将来做牧师，毋是安尼。是咱爱知影，这囡仔是上帝互咱的礼物，伊是上帝的，咱爱互这囡仔，互上帝来使用，诚做上帝所使用的器具。所以咱爱将伊带到上帝面头前。伊将来可能会成做牧者，嘛有可能成做真好的信徒，伫教会内底，伫社会中间，伫各方面拢会当荣耀上帝。请大家注意哦，牧师伫遮讲，咱爱做祭司是将囡仔带到上帝面前哦，毋是带来教会尔。带来教会当然会当介绍伊认捌上帝，但是这还无够。咱伫家庭中间都爱帮助伊更较认捌上帝。因为牧师过去我有一个经验，我去瑞士咧进修的时阵有一遍阮去一间教会参加暗祷。这间教会迄个建筑物若真大，差不多亲像咱教会礼拜堂遐尼大，会当坐500-600个，甚至会当坐到1000人哦。但是因的暗祷多坐3排，头前3排啦，后壁围起来后壁无要互坐，坐头前3排拢是一寡老大人坐伫头前。我嘛伫迄个教会中间看到一寡囡仔这囡仔少年人啦因这少年人是安怎？是带因的阿公阿嬷来教会参加暗祷将伊的阿公阿嬷放伫迄位置顶面就走出去外面。迄阵冬天小可天气寒冷因拢用一个迄汽油桶内底烘茶，伫遐咧烘，伫遐咧讲笑伫外面安尼，大家伫遐讲笑暗祷结束了，因个礼拜但因的阿公阿嬷搁带转去啦，搁带转去。我心肝有一个足大的感想因为因迄暗祷是用法文我听无所以我规路拢咧想讲这到底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我咧想啦，我家己想象的啦
可能是这囡仔吼，因细汉的时阵吼，有那是因爸爸妈妈来带来教会，来等的，爸爸妈妈就出去，时间到，还搁来接因，所以因这囡仔吼大汉了，因就有一个志愿讲，以后我嘛要安尼做，所以阿公阿嬷来带来，放来了，我出去外口，等下还搁来接因，有可能是安尼，这就是吼。因当然，我相信因爸爸妈妈有带因来教会，但是无将因带到上帝面前啊。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毋是单单爱带到一个好的环境了，咱家庭的本身就是爱成做一间教会啦。伫家庭中间，咱就爱透过咱本身的见证，咱所讲的话，咱所表现的方式，来引带囡仔来就近上帝。这就是真做囡仔的祭司啊！第二，除了真做囡仔的祭司以外，咱该安怎成为孩子的教师啊！爱去做囡仔的老师，爱做教导啦！除了引带伊来到上帝面前以外，咱爱个负责教导的这个职务。圣经大咱讲，教是囡仔行正路，伊对细汉到老。忠心袂记清，咱中间拢知影嘛。咱细汉学的物件，拢一世人伫咱的脑海中间嘛。伊会成做咱生命一部分嘛。咱若细汉的时阵，就帮助这囡仔行伫上帝所为备办的正路。假是这囡仔正确的代志，帮助因建立正确的价值观，这囡仔一世人拢袂惊歪出去。因为当因行歪出来时，因就会提醒家己讲：我细汉所领受的教育毋是安尼。所以咱伫这囡仔细汉的时阵，爱成做伊的老师，培养伊成长大汉。毋通亲像伊咧到老的时阵，较要教因囝，因囝已经迄价值观已经受污染嘛，根本都无要听伊所讲的嘛。所以咱应该爱行成做囡仔的教师，帮助因，特别是用上帝的话来教示咱的囡仔。来培养因，互因会咱行伫迄个正路顶面。最后一项除了诚做祭司、诚做教师以外，咱来诚做囡仔的牧师啊！咱每一个人拢是牧师，咱应该爱牧养这个囡仔。咱除了做教师教示因财物知识以外，做牧师是安怎？爱来牧养，爱来照顾。伊受伤的时阵，爱来医治。伊艰苦的时阵，咱来安慰；伊做对的代志的时阵，咱来激励。咱爱亲像一个牧者同款，咧照顾羊群，毋是领养饲草料尔，爱培养囡仔喏，毋是互伊供应伊身体的需要尔，咱是爱照顾伊，帮助伊伫整个成长的过程中间，有一个好的照顾甲牧养。咱即款的咱每一个人拢是咱的囡仔的牧师。咱有诶做阿公阿嬷的，咱真侪时间去照顾咱的孙子，咱亲像牧师同款，去来帮助，互伊真真正正成长伫上帝的厅堂内底。而且牧师要甲大家分享一个人的故事这个人是一个平凡的妇人人。伊叫做苏珊娜·卫斯理伊培养出至少2个改变世界的囡仔苏珊娜·卫斯理伊生19个囝，19个这当做一个幼稚园但是其中因为迄个时代可能成长的环境较无遐尼好，其中只有10个活落来。伊家己有建立一套方式来培养伊的囝，而且有几项我要甲大家分享的。第一就是讲，伊虽然有10个囡仔咧照顾，咱即摆有个人照顾一个囡仔，就感觉做野生伊照顾10个囡仔，但是伊每一礼拜拢保证每一个囡仔爱开1点钟，甲因做伙灵修。伊有几项准则我甲大家分享几项啦第一，伊教示囡仔爱学习顺服，因为伊知影
这囡仔呐，伊若顺服上帝吼，囡仔佮顺服伊，这囡仔将来有若顺服上帝。所以伊教是囡仔爱顺服父母，因为安尼伊将来就当接受上帝的恩典救恩。到第二项，伊的囡仔每一个囡仔若会晓开始讲话，伊就教是因祈祷。就是讲一边教是因讲话，一边教是因祈祷。就讲因囡仔一开始就爱对上帝讲话，听上帝的话。佮有因家庭，每一工拢爱举行敬拜。伫礼拜中间，所有的囡仔爱保持安静。当因囡仔哭要要求一项物件时，伊绝对无互伊的。只有因真有礼貌来请求的时，才会合理、较合理的情况下面，才会互因。为着防止伊的囡仔讲白贼，当伊的囡仔主动认错悔改的时阵，伊绝对饶赦因。因为上帝也是安尼饶赦咱。而且任何犯罪的做法，拢会受到伊的处罚。伊会奖赏，而且奖励因的囡仔的好行为，鼓励追求良善的心。虽然囡仔做了无够，但是伊若一旦有做好的代志，一定来鼓励。要求伊的囡仔绝对嘴讲的话，一定要照安尼去做。伊教育伊囡仔尊重上帝。伊每一工拢会开1点钟替伊的囡仔来祈祷。所以伊培养有我拄则讲成长的有10个7个这查某囡仔，3个查甫的。伊3个查甫囡仔拢是读英国上界好的学校。伫法国大革命的迄个时间咱看去英国无亲像法国大革命是老血的革命，因为伊的囝约翰威斯利为迄个英国教会带来真大的复兴，所以英国无亲像法国遐尼血腥惨剧产生。另外一个囝叫做查尔斯威斯利咱今仔日也搁咧念伊的圣诗，伊一世人做6500几条圣诗，咱真侪拢伫咱的圣诗内底。伊这2个囝改变当时阵的英国，甚至讲会当讲是伊培养出来的囡仔。改变整个的世界，亲兄弟姊妹，咱听这个故事咱心中有迄个心声，讲嘛，我的囝也当安尼，真做一个改变台湾，真做一个改变世界的领袖。如果你若有这款的期待，你就爱用真正亲像牧师今仔所讲的。真做你的囡仔的祭司，真做伊的老师，真做伊的牧师，帮助伊伫成长的过程中间，要明白上帝，照上帝意思去行。我相信咱会当培养出一个改变咱这个城市，改变咱的国家，甚至改变世界的囡仔。咱一定爱为着这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伫阮的中间放了细囝，互阮会当接触这个细囝。主啊，阮恳求你，互阮智慧，互阮有听心，互阮有耐心，透过阮的帮助这个细囝明白你。阮愿意将因带到你的面前，求主来使用因，来成做你的器具，来改变阮的教会，改变阮的社区。改变阮的国家，甚至改变世界。求主帮助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